嗨，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好久不太快乐现在因为越南病情比较严重一点，对，你不确定不知道过年可不可以出去玩啊什么的。大家就是这么想好怎么可以出去玩了，现在是不知道是可以去。对，没关系，反正希望大家还是过年可以开开心心的。那今天是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看看这越南的过年跟这台湾的过年有什么不一样。虽然都是中華文化啦，但是其實不同的地方它還是會有一點小差異這樣。對，那在開始之前，饅頭你先說一句。thịt mỡ dưa hành câu đối đỏ cây nêu tràng pháo bánh trưng xanh。這個就是這個越南過年。表達着越南過年的這個整個的那種氣氛，或者你要買什麼吃什麼那種的東西這樣。對。在我們影片開始之前，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好，那我們影片正式開始。好，第一個是過年特別會吃什麼？大家會看到，就是越南有一個是綠綠的餅，對嗎？那叫是板蒸。板蒸。板蒸每個年是我們都是煮哪個？它是不是過年哪個時候的？它是不是像那種粽子，就是包一個葉子，把它包起來這樣子？特別的葉子，然後包起來，然後在裡面它會有什麼？糯米，然後就是綠豆，對，然後就是豬肉放在裡面。啊，那個好吃嗎？包起來。那個好吃嗎？有一些人就很喜歡。那你喜歡嗎？我也。哦，這個是越南的。你的？台灣的話，台灣就是我們會煮很多菜，然後像是我們會用一些像魚啊，魚對，我們會吃魚。不是一般都是吃魚嗎？為什麼現在又吃魚？過年吃魚，它有一個意思是年年有餘，就是你每一年你都會有一些錢財啊留下來哦。那是每天就要吃。台灣會取這種中文的一些諧音，這樣，或者例如是什麼吃水果就會吃橘子啊，這種吉利哦，這種東西，然後也有吃菜啊，像是常年菜哦，那個常年菜很苦。但是它就是會常年菜的意思就是吃了就比較年長或者比較長壽這樣子，然後過年就會準備很多菜這樣子啊，然後有一些菜就它一時這樣子，對，所以吃的話越南會跟台灣有一點不太一樣。好，第二個是拜祖先，對，拜祖先，在越南會拜，在家裡也拜，然後就是30號大家會去什麼去哪邊呢？去那個墓對嗎？去墓他的地方對嗎？然後打掃，然後拜在墓的那邊。哦，你們是那一天會打掃？哦，有的，就是讓祖先可以過年乾淨的這樣。那你們還有什麼特別的日子？例如是灶君啊，灶君節啊。我們沒有灶君欸。你們有灶君嗎？我們有灶君，但是32號陰曆，我們就是拜灶君。北方他們會買一些魚，然後送在河那邊，他們可以放灶君就是飛去上天報告跟這麼話。哦，你說魚跟灶君一起這樣對，因為灶君在魚的上面，然後用魚然後上天報告，然後就記號要送他們回來，要拜拜送他們回來這樣子。台灣的話，台灣是拜那個地基主，就是地基主，就是他是保護家裡的，我們就會我們就會擺在桌子啊，然後我們就會準備吃的這樣子，然後就是插香啊，然後這樣拜拜這樣子。所以像越南有灶君啊，那台灣這邊比較少，或是基本上沒有，因為灶君算是比較是中國的東西啊。所以你們是被中國影響很深，因為什麼中華文化在哪邊這邊？對，所以灶君這個對越南其實還影響蠻深的啦。對。還有一個節目是灶君呢，然後有灶君上天，然後跟什麼報告，這個年是怎樣。好，所以第二個就是拜拜啊，祖先啊，或者拜一些神明啊，會有點小小的不太一樣這樣子。好，第三個是花。越南在過年特別重視花，因為越南特別是喜歡就蓋的房子漂漂亮亮的，外面花裡面花，然後就是有哪裡都有花。我這個還把全部的書在家裡買。那你們呢？你們在台灣有什麼特別的嗎？台灣不太會買花。
我们家不太买花。你们买什么？就是在家里而已，漂漂亮亮。我们就是弄春联而已，没有人把它。我们家啦，我们可能其他家会弄得特别漂亮，但我们家比较简单一点。啊，你们越南的话，它是什么花？花是重要是买桃花，北方他们会买桃花，南方他们会买花麦，因为是颜色会不一样，因为是北方比较冷吧，所以有花桃。还有两个橘子的树这样子，橘子的树，黄黄的树，然后橘子小小颗的这样子。对，是买一些，然后还买其他的花，插在家里漂漂亮亮。台湾的话是。还好，因为像越南他们很喜欢花，所以过年的时候路上全部都在卖花，花老、花麦啊什么的都在路上卖。现在就大概20号，大家会把花在路上卖了。我的也是，以前的我也买一些花，然后去卖。对啊，其实他们这样也蛮有过年气氛这样。啊，台湾的话就是去花的市场买花。对，所以第3个就是花，在这个会有点不太一样。好，第4个是鞭炮。越南有鞭炮吗？自己人民不能放烟火。那过年是政府会放。对啊，就是生活。这样很没有那种过年就是要砰这样。过年都是习惯听什么声音，然后过年砰这样子。越南就比较不行。像台湾啦，台湾过年第1天晚上尾嗨夜的时候啊，大家就会开始放烟火，砰砰。整条街我们家全部都在放，然后你就会砰砰砰，然后超大声的这样。我觉得看别人放就好。你知道为什么要放鞭炮吗？因为有个传说啊，有个怪物来看烟火吗？没有，怪物他听到那个鞭炮那种砰砰砰的声音，对不对？那个怪物会怕，然后他就会跑掉。有什么可能是现在怪物变了？他们比较喜欢热闹。以前是很害怕，然后现在喜欢一起凑热闹这样。来了。台湾的话啦，就是会放鞭炮；那越南的话是政府会放，那一般人民不太能放，不能买，不能卖，不能卖，不能放。其实那种东西也是有点危险，有点危险。第4个就是鞭炮。好，第5个是春番子。它真的比较特别吧？春番子越文叫什么？春番是给牛长得高的树，然后给接啊，然后再起来，然后放得高高的，只是从了23号哪个23号他们就这样改了。是不是因为跟那个灶君有关？因为哪个时候的灶君去了，灶君上天报告跟什么玉皇大帝报告，然后就是鬼就会说好看。进来对吗？然后我们要盖这个，然后滚，让他们怕，他们不能进来了。就是赶走他们这样子。赶走他们的意思。然后有到什么记号，然后赵quân就回来的保护什么的，保护家里这样子。然后什么在杀哪个杀来。因为台湾没有灶君啊，所以台湾就没有春番子这个东西。台湾有炮了不能进来，噗，怕了走了。不一样的方式啊，有一个是吓怪兽啊，然后这个春番子是吓那个鬼啊什么的，但是其实我没干嘛呀。对，所以第5个啦，第5个就是春番子，这个在台湾没有的。最后几个，第1个是，不是我在期待，我该期待了。你不该期待，你要给。现在是我要给的，之前小时候是很期待的。在越南的是谁就赚不了钱的，所以可以有红包。然后对，我们现在最后要讲的是红包。你就是小孩呀，是，你就是学生，或者是老人，是会可以收到红包。但你今年应该没有红包吧？今年没有人给你红包不是你要给我吗？大给小，小给老，不是。对啊，老人会有红包你要给老人。那你们的是谁？我们也是大给小。对，大给小。那红包越南叫做利息。利息，如果红包的利息会领到利息。对，然后是小孩。那要说什么吗？祝母难门还是什么？就是到家里看到一堆小孩这种。
走的空炉，走的准备空炉。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春联。春联，对，就是我们会有这个红红的纸啊，放在那个门的外面这样，然后就是会有写什么祝，就是类似什么祝猛男母呀，或者什么什么发财呀，然后就会写在外面，也是红红的纸这样。门口吗？对，门口。越南有吗？越南也有，但是也不一定是大家都会放，有是谁买就放。台湾一定放，台湾一定会放，那个是春联，我们是一定会贴的。我们会把旧的撕掉，然后再放上新的这样子。哦，放上去啊。对，好喜欢越南，就是想要买一个，然后用多少？我们那个很重视哦，我们就是会把它慢慢的把它撕下来，吃干净，用什么都花一点，把去年的全部都用掉，然后要贴一个新的，这样贴上去这样子。好，那以上就是一些越南、台湾啊不一样。越南在过年会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样子。那希望今年在越南的一些台湾人啊，或是在台湾的台湾人，或是越南人哦，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好年哦。虽然疫情也开始变得有一点稍微严重一点了，对不对？希望不要在这里，不要再继续的扩散或什么的。对，那最后祝大家恭喜发财，新年快乐，祝我南门。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大家拜拜。